大家好，我係水晶姐姐，今日帶大家嚟到 York Region 非常受歡迎嘅社區，喺 Highway 48甲 Stowfield 睇一間性價比極高嘅4房靚屋。呢間 Link House 感覺好似 semi-detached 咁，最正係佢擁有超長私人車道，仲要無行人路，停2部車都輕輕鬆鬆。屋企坐落喺一條寧靜、適合家庭居住嘅小街，環境一流。入到屋，你會見到 open concept 設計，樓底夠高，配埋高雅嘅硬木地板，大窗將自然光帶入屋，每一角都好明亮。廚房設計非常有大廚風範，儲物空間充足，仲可以直接行出去私人後花園搞 barbecue 或者聚會就最啱。上到樓，4間房都非常闊落，主人房更加係一個私人綠洲，有埋 ensuite 同 walk-in closet， 仲有個 basement 已經裝修好，無論做影音室、office 或者小朋友遊戲室都得。最特別係佢有雙露台設計，門口 porch 可以嘆早晨咖啡，2樓仲有個大露台可以睇住星空放鬆。呢間屋 move-in ready，無論自住定首次置業都係完美選擇。想睇樓就快啲預約啦！